妈祖就是天上圣母，我们一般通称妈祖或妈祖婆。妈祖是宋朝人，她的本名叫林默娘，从小就相当聪明，读经书过目不忘。妈祖13岁的时候，遇见一位道士传授她法术，16岁时又得到一对神仙同符，从此之后就有了神通，可以斩妖除魔。妈祖28岁的时候，她的父亲出海捕鱼，遇到船难，妈祖为了救他父亲而丧生，死后升天得道，时常在漆黑的海上拯救遭遇船难的渔民，渐渐成为大陆沿海及台湾一带人民普遍信仰的神，更成为航海人的守护神。我们的祖先在300多年前从大陆移民到台湾，要坐船经过俗称黑水沟的台湾海峡，在那里时常发生船难而丧生，于是就有人在移民搭船时带着妈祖神像当作守护神。安平抵达台湾后，落地生根，在台湾开垦，也替妈祖盖庙。经过300多年来，妈祖已经成为我们台湾人民普遍信仰的神明。